代替一个女车长，今年也未30岁，是思想无够成熟，也则是伤过白目咯。竟然来耍这种的滚笑，讲伊是调故意要来害旅客坐唔到车帮，结果还家己互调职，嘛还代替去互骂个臭头。 火车入站，车长交接上车前要确认前后的安全甲交接的事项，并且奉上会停10名，这是车长的标准作业流程。有一个自强号姓赵的女车长伫网络顶面写这个文章，伊自称讲我为中华接车，一堆旅客看到车一个来就上车，结果要去台中丰原苗栗的，拢坐唔到去。我的车是驶海线的，其实我是调工无爱放送的。歹心的车长是我。 还有这个叶秋色，结果引起民众的不满，甲代替投诉。确实有依照本局的 SOP 作业，有确实的播音，在那脸书发表不实的言论，是属于他没有那件事情。我们将该言记过，并调离现职。 姓赵女车长较无30岁，3年前进入代替服务，5月3移到云林，接另外一台弄到人的自强号旅客，接驳列车是海线，可能是海线的旅客坐唔到车，事后才发现讲代志大条啊，激动到老目屎，唔知讲代志会变甲这严重。想要引起大家注意吧，我觉得心态不太成熟，没必要造成大家的误会跟自己的麻烦。 虽然女车长有依照标准作业流程放送，但佮抛出这个文章出来，因果是滚耍笑，滚了伤超过，会本身被调职，冇代替，互人骂甲臭头。